你有感觉吼？即马天气极凉冷啊吼！用早暗的时阵吼，即马我昨看的时阵，昨暗暝半暝啊吼，才升到19度尔，吼，所以落落来真济吼。啊，即落天哦，就上容易吼感冒，啊，所以呢爱斟酌注意吼。啊，总是咱感谢上帝，互咱会当真平安啊，并且伫同样的环境内底，咱拢用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过去咱检测伫咱的生活内底，会真济的努力甲拍拼，这是重要，这是需要。总是咱伫上帝的听内底，更较要感谢伫主的面前是，咱怎样来倚靠上帝？哦，通过上帝，伊伫伊人生啊，伫伊咱的活命内底对咱的计划。上帝对宇宙有一个计划，伊创造咱。互咱来到这个世界，是要互咱会当甲伊的计划同齐行做伙，安尼咱的活命就会有伊的意义。所以活命的意义，毋是咱拍拼偌济成就，是咱敢有和上帝共一个方向、共一个目的。活命重要的意义是伫遮，所以咱感谢上帝。咱今仔日来到伫上帝殿中，圣经内底主要所讲，上帝的旨意就是爱恁彼此相听，哦，这点真重要。所以咱彼此相听，咱就会当同齐更较深入去明白上帝对咱团体的意义，上帝对咱团体的意向，上帝对咱团体、咱的教会的定调到底是为着什么货？所以咱同齐伫主的面前来感谢。感谢上帝，互四季照着时间来运转。感谢上帝，赏赐咱好的兄弟姊妹。感谢上帝，互咱的活命会含伊的计划三甲共一个方向。咱同齐开声来感谢，来宣告，来祈祷，请。哈利路亚！荣耀荣耀，阮的主，阮的上帝，你的恩典慈悲赏赐伫阮当中。因着你的听，阮今仔日会当搁再一届进入上帝你的殿中。主，我们要用欢喜来进入你的门，用懊恼来进入你的院，要用感谢来称颂你的名。你是阮的主，阮的上帝。感谢天父，你亲自赐恩，互四季照时轮转，并且伫这四季当中，互阮也去当中来经历上帝。你照着你的应允，你讲地抑阁存在的时阵，春夏秋冬以及所有的农作。一直拢无止煞，主啊，愿你亲自帮助阮，赐恩伫阮的身上。你怎样甲那阿同齐做伙伫遐尼来立约？今仔日恳求也将着这个彩虹的约来赏赐互阮。当阮献上阮的感谢甲懊恼的时阵，主啊，你亲自接纳阮所有一切的敬拜。阮伫这个时阵感谢你所赏赐互阮的。互阮兄弟姊妹三甲做伙组织伫上帝你的殿中，就亲像囝儿逝世倒转来到家己天父的身边。主上帝，你要用丰盛的恩典款待阮，用美好属灵的食物来赏赐互阮，互阮身体健康，互阮灵魂勇健，互你伫阮活命当中所做一切，阮会通体会明白。叫阮的年日到耶和华上帝你的计划，三甲做伙共有一个方向。除去阮活命当中一切的哪吒，奉主耶稣基督名讲，主你要洗净阮的罪，互阮会当用圣洁做装塔，穿着公义的外袍，就是基督所赏赐阮的，进入王的恩赦，甲王三甲做伙。同齐欢喜坐倒，愿阳光归予你，你的平安疼痛归伫每一位超找你的百姓。愿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来请明传兄来报告。兄弟平安，平安。消息报告：第一，10月16至18，教会牧职同工将前往嘉义参加总会牧者演习会，敬请为牧者的学习
甲着形成平安大道。第二，10月20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救主堂举行，敬邀兄弟有留时间一同参加，一同为城市国家祭坛守望。第三，教会办理小组长即时同工培植训练，日期定伫10月21、11月初四、11月25以上3天，每日上午9点至12点聚会，敬邀兄弟参加，请至招待道报名，或者是消息公告群组填表报名。第四，10月22礼拜日下晡，教会一同前往关仔岭风景区半日游，行程分做登山健行组，甲着泡温泉组。当日下晡1点半对教会出发，下晡5点伫慈乐转窑机餐厅用餐，交通自理，敬请互相相载。邀请兄弟一同参加，暗顿费用是400块，泡汤的费用另外算。请至招待道也是上网报名。第五，11月12礼拜日将举行年度执事改选，请各位兄弟守望大道，求主兴起同工，同心服侍主的教会。补充报告：以上报告，敬拜俄勒请敬拜团。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拄则牧师有讲，真欢喜看到你，对无？好，嘿，咱嘛会愈来愈介意咱家己心中充满对上帝来的迄个信心、甲自信、甲迄个自尊，是对上帝来迄个自尊，你会来愈来愈欢喜家己的所行搭，愈来愈介意你家己，咱就会愈会疼人。这是安尼哦，吼啊！感谢上帝，伫线上的弟兄姐妹也一起来做伙来敬拜。咱准备咱的心，然后咱要求主耶稣的保护来洗除咱的罪，互咱的敬拜诚做芳芳的者，是圣洁的，是上帝所欢喜的。旧的代志拢要过去，伫主内面诚做新。咱来吟唱主耶稣的保护。主耶稣的保护，主耶稣的保护，主耶稣的保护。
结情那世人的宝贝，主耶稣的宝贝，使我得变那些。主耶稣的宝贝，主耶稣的宝贝，主耶稣的宝贝，使我得变那些。咱靠着主来到伊的面前，互咱会当献出迄芳芳的祭，是上帝所欢喜，是圣洁无瑕疵的，因为主耶稣保护的功劳。诗篇23篇讲，诗篇20篇讲，咱要来到主的面前，伊要带咱来到溪水边、青草地，来。阵阵的风吹来，心间轻轻送。海边的世界里情，亲像云的花，花草树木，表达手亲切慰问，靠了家呀声，将将相传，一行代志，那风吹散去。一件真情，无惜在心底。用声三角唱歌，云彩来作伴。其他情面有缘有，溪水一边。阵阵的风吹来，心情真轻松。静静的世间人情，亲像云烟过，花草树木表达手亲切慰问，快乐甲野生，将将消散，一项代志，那风吹散去。一件真情，无惜在心底。用声三角唱歌，云彩来作伴。其他情面有缘有，溪水一边。有注定阮心内，生命出活泉。脚手无过的酸软，我切无人陪。伊也无过也通，互阮看无情形。加全心阮地，主爱无止。一项试炼，心灵变开阔。一件袂忘，成就真平安。听好主的呼声，回入我心肝。开土地主可来到溪水一边，有注定阮心内，生命出活泉。脚手无过酸软，我切无人陪。伊也无过也通，互阮看无情形。但全心阮地，主爱无止。一项试炼，心灵变开阔。一件袂忘，成就真平安。
个，心灵变开阔，一行一行迷惘，成就真平安。听候主的呼声，为了我心肝，快跑天主国来到溪水边，快跑天主国来到溪兄弟来，兄弟来唱来，快跑，快跑天主国来到溪水边。快跑！快跑！天主国来到溪水边。感谢上帝为咱备办丰盛的宴席，伫对敌的面前为咱摆列宴席。哈利路亚！所以咱要继续来唱俄罗的歌。叫天地让甲我同行，用你慈悲双手引带我，恳求救主掌管我生命，赐我平安，予我完全。无论我行偌济也休困。你的疼是靠甲我同在，感谢你用这款大疼痛，予我喜乐，赞我一生，我的生命亲像我的路，感恩的歌，喜乐的歌。唱一首听的歌，甲世人同分享。我心安乐无双，我点主的内面拢无惊，因为主用我甲我同行，我心坎是主是永远。我，予人恩望，予人勇行。我要真心真意服侍你，我要高举你一生尊名，搁要传扬你稳定听堂，予全人类。在你的疼，我的生命亲像我的路，感恩的歌，喜乐的歌，我要唱一首听的歌，甲世人同分享，我心安乐无双。对咱的心内面来吟唱，对咱的嘴来感谢。像这个请你就来开嘴来感谢，学到咱的主。哈利路亚，来你也感谢上帝，多谢你的大疼痛，多谢你的圣出的音传。我要感谢你，让我活到今。我感谢你，我无看阮的年岁的济少，阮一句一句拢有教育的稳定。我要感谢唱欢喜的歌、喜乐的歌，让我生命在你面前更加受认证，更加受锻炼，更加有勇壮、甲喜乐来表达。感谢上帝，哈利路亚！我感谢你收赐我新的活命，哈利路亚！我感谢你，会当借着我来传扬你的疼痛，无论到倒入去。拢有你的圣手帮助甲引带，哈利路亚！阮的生命嘛，亲像一首的歌，哈利路亚是喜乐的歌，哈利路亚！我的生命像一首的歌，随时拢会当来吟唱的歌，互听见的人受到利益，互听见的人受到安慰，互听见的人受到你的祝福。
求天要用甲我当行，用你主必成就引带我，困求救主掌管我生命，予我平安，予我完全，无论我行我罪也休困，你的疼是刻甲我同在，感谢你用这款大疼痛，予我喜乐，赞我一生。我的生命亲像我的路，感恩的光，喜乐的光，我的手只是听的歌，歌声你当温柔，我心快乐不爽，我的生命亲像我的路，感恩的光，喜乐的光，我的手只是听的歌，歌声你当温柔，我心快乐不爽，我的生命亲像我的路，感恩的光，喜乐的光，我的手只是听的歌，歌声你当温柔，我心快乐不爽。哈利路亚。Amen。让咱大大啊拍好感谢上帝，哈利路亚！你是爱而乐上帝，用咱的热情献伫伊的面前，伊总是赐予咱也讲也的恩典，伊也要用恩典来陪伴咱。感谢主的大恩惠。上帝的恩宠，咱头前的路，无论我艰苦，伊有阮带路。只要咱坚信我靠，伊会对伊的关保护，咱无得挂虑。世间万项事，虽然有悲伤，救主是阮来将风波，咱的主要安慰，互咱心勇行，主要用恩典陪伴用疼痛照顾，喜乐充满连咱生命，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是咱恩惠。上帝的恩宠，咱头前的路，无论我艰苦，伊有阮带路。只要咱坚信我靠，伊会对伊的关保护，咱无得挂虑，世间万项事，虽然有悲伤，救主是阮人生风波，咱的主要安慰，互咱心
喜乐充满你咱生命。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喜乐恩惠。基督甲咱同徛起，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喜乐恩惠。基督甲咱同徛起，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喜乐恩惠。亲爱的主上帝，互阮真正会当对心内底对你呼求阿爸爸。你甲阮三甲徛起，引带阮头前的路。有时有病痛，有时阮甚至犯罪跋倒。有时阮也无认你的名，阮做阮家己的代志，行阮家己的路，阮离开你远远，总是你有缘，用慈爱等待阮。今仔日阮倒转来到伫爸上帝你的家。求你搁再一届洗清阮浓重的罪过，医治阮心灵一切的忧伤甲病痛，互阮伫你的内面，因着圣灵的扶持，搁再一届勇行起来，帮助阮，加添阮心神的能力，互阮伫这个世代。虽然充满各样的挑战，但是互阮会当赢过迄个挑战，互阮伫迄个征战得胜内底的喜乐，主帮助阮，帮助阮，叫阮伫这个世代内底认定你的名，跟对你所行，通叫阮的年日。真侪上帝你的见证，见证伫这个世代，互人对阮的身上看到是上帝你要亲自牵阮的手，行人生的路。基督的疼痛要帮咱，甲阮三角徛起，阮就。大大有福气，将阳光上赞恶乐归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三甲做伙来上堂，新的界面，请。恁着真心、真性、真意、真力，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全律法甲先知的总镜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免。啊，这请坐。继续用上帝话来启应。启应文第42篇，我启兄弟来用，好的时阵咱三个来读。对亚瑟本必发一条。对伊的今生的基要结果子。也发灵要踮伫伊的身上，就是互伊有智慧甲聪明的灵，魔力甲能力的灵，
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灵，伊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惊审判无凭眼见，断是非也无凭耳孔听，却要用公义审判丧凶人，掠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的人，用口中的怪击打世界。伊喙内面的气来杀迄个歹的人，公义要做伊的腰带，信信实实要要做做伊伊协协的带。在龙必甲门油当徛起，爸甲山羊羔同困，赵仲西甲迄牛犊啊，甲肥牛当徛当群，囡仔要牵因，牛甲要咸当食，牛仔囝要甲细只熊同困。早夜要食草，亲像牛共款。食年的囡仔要佚佗伫灰蛇的洞口，长领的婴仔要按手伫毒蛇的迄顶。伫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拢无伤人，无害物。因为日捌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亲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阿门。阿门。下面时间，咱请廖牧师正道。咱请三个做献开周报第4面，周报第4面，咱同齐做献开。咱同齐做来看，今仔日咱来看提摩太后书第3章。提摩太后书第3章，咱三个做伙来上读，同齐做来上读。提摩太后书第3章，咱同齐做来上读，请。你应该知影，末世要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迄时人要专顾家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謗毒，违背父母，忘恩背义，心无圣洁，无亲情，无解怨，爱讲谗言，袂会自约，性情凶暴，无爱良善，袂主袂友，任意懒散，自高自大，爱宴乐，无爱上帝，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个人你爱闪开，迄个偷入人的厝，牢笼无知负理的，才是这款的人，才会妇女担负罪恶，受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袂会明白真道。早前雅尼甲用癖怎样抵挡摩西，这个人也安尼抵挡真道，因的心地歹去。伫真道上是通废弃的，总是因袂当搁安尼得当，因为因的愚妄要伫众人面前显露出来，亲像迄两个人共款。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示，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疼心、忍耐，以及我伫安提阿、以哥念、罗斯德所造物的昆毒，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困毒，对这一切苦难中，主拢甲我救出来了。毋若安尼，既若立志伫基督耶稣内面敬虔度日的，也拢要受困毒。只是做歹的、甲袂晓人的，会哪久哪恶，伊欺骗人，也互人欺骗。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爱存伫心内，因为你知影是甲上恶的。并且知影你对细汉明白圣经，这圣经会互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拢是上帝所默示的，伫教示、督责，互人归正，因带人学义，拢是有益的。
要互属上帝的人得到完全有比行逐样的善事。搁再一届，咱三甲阿头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你会听甲阮同在，伫你祝福下面，互阮进入伫真理内底的自由。亲爱的圣灵，亲爱的圣灵，亲爱的圣灵，阮恳求，恳求来到阮当中，来教示阮。凡港的人有口才上的障碍，讲甲听的人，拢需要圣灵的同在。所以恳求你亲自来教示阮。免得阮掠做家己做义，免得阮对着自义当中来跋倒甲失落，乃是恳求光照阮的心、阮的灵、阮的魂、阮的体，通互阮明白真理，进入伫真理的自由甲丰盛内面。阮仰望恳求，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一个真困难的世代，伫一个真混乱的世代内底，咱活伫这世代当中。这日子内底，上届受到注意的这新闻，就是伫以色列甲巴勒斯坦因当中的战争。伫这战争内底，我会记哩古早细汉的时阵。迄阵我应该还阁读小学，我定定听到新闻吼，上届定到报的国际新闻内底，就是听到一句话哦，叫以巴冲突，以巴冲突。我头前的时阵，因为对国家无啥物观念，我就定定讲奇怪，以巴冲突，以巴冲突，是这喙齿含下頦，还是尾含啥物物件会安尼冲突？咱以巴冲突，以巴冲突，渐渐大汉才知影，原来是以色列甲巴勒斯坦因有冲突。原来伫这个日子内底，有遮尔济大的困难甲问题。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事件已经造成了5540个主体来遭受摧毁，了后3750个50栋的厝受到损害，无法度来徛起，超过40万人流离失所。那就咱台南古早的咱台南市，就是有一半的人是无所在通去住的。了后，以色列人超过1300个人死亡，这是到伫昨日的资料。巴勒斯坦的人超过2200个人死亡，迄个死亡的数目继续咧增加，厝的毁害也继续咧增加当中。面对着这样的代志，互咱看到国际是混乱的世代。了，伫咱台湾所发生的一年内底有29000件的诈骗事件，伫这当中所诈骗的金额总共达到69亿新台币。所以人甲人当中真烦恼，真毋敢讲实在话。人和人当中的信任，因为诈骗的缘故，所以愈来愈无信任感。伫拜五早仔透早的时阵，就有一个人敲电话给我，伊讲：请问你敢是廖立生？我甲伊讲：嘿，我是。请问你是倒一位？了，伊就讲伊是台中这个大都的这个区公所我以前住大都，所以听我就甲伊讲：嘿，有啥物代志？伊讲：你有请一个人。或者陈先生，伊来办理你的这个户口成本。我甲伊讲无呢，伊讲无，无你的身份证号码，敢毋是 P160592342？我讲嘿呢，你讲你真注意哦，一定有啥物代志，你的可能无你的口罩，你的银行口罩无定互偷摕去啊，所以你要甲我讲一下哦。我马上带一个吼，讲加在我有了带一个，我就甲伊讲安尼吼，无，请问，因为一方面伊的信号无改好，
了我就甲伊讲，啊无你甲我讲哦，恁公所的电话吼，啊我直接敲过恁公所，安尼我来问看觅。啊了伊就讲，哦好啊，安尼我甲我公所的电话互你，啊甲你讲，就嘟嘟嘟嘟嘟，就定呀呢。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诈骗集团伊伫迄个所在甲你骗，伫当中呢，咱台湾一年有2.9万件，然后诈骗的金额达到69亿。另外一部分呢，咱看到台湾伫这当中死亡的车祸，这个车祸内底发生2个，一个是逆向行驶，无顺平来行；另外一个呢是无驾照来驶车，了共弄死。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代志，就是因为伊无行伫规矩，无行伫真理内底，所以到伫落尾，伊的活命就来失去。另外这个代志哦，张哲理啊再反省，后盖你唔拢，你后盖你莫甲人讲哦，你长得像茶碗蒸哦，无你会用对死哦，我无甲你骗嘿。反省讲你长得像茶碗蒸，敢若安尼吼，有诶时阵吼，咱讲你人若甲你讲哦，你人有诶人会甲你讲啊，甲你问讲啊，你敢会晓游泳？你讲袂晓啊，了诶时阵，迄人就甲我讲，那你连狗都不如。我就讲我不会游泳，伊就甲我讲，牧师你连狗都不如。了我就甲伊问讲，你敢会晓游泳？伊就讲，我会晓游泳。我就甲伊应讲，那你跟狗有什么不一样？安尼，你爱知吼，听无？你爱学晓应话，来哦。人生内底就是安尼，这个世界愈变愈奇怪。了伫咱的活命内底，圣经伫遮呢，甲咱讲，伫咱所读的圣经内底，也甲咱提醒，人生内底有真侪遮问题。总是我要甲你讲的，战争是无赢的迄一方面，双方都是输家啦，无人赢，因为到伫落尾一定是财产甲人民的损失。会当用讲的时候，就爱用相拍。暴力并无法度解决问题，伫厝内底嘛是共款。教会、社会，任何倒一个所在，拢是安尼。圣经伫这个所在讲，有抵挡真道的人的代志，会伫这个世界发生。咱谈拄则所读，圣经讲，伊伫遐呢顾家己，贪爱钱财自夸，等等讲了19项。即这19项的末世现况，毋是讲末世来到必须要出现这19项的现况，乃是咧甲咱讲，伫这现况出现的时阵。末世就已经伫门口啊！咱的世代存留无够真久，因为世界愈来愈变愈歹。圣经伫遮呢讲，专顾家己，贪爱钱财，疼世界，等等。伊伫这当中，这个字原文拢是共一个字，回了哦。这当中这个字是喜爱，感觉有兴趣，有吸引力。了，我爱这个代志，我会意爱安尼做。但是你斟酌家看。这当中的意爱，大人拢是啥？拢是歹。结果到伫落尾这个时阵，的意思讲，人的心愈变愈歹，愈变愈歹，愈意爱歹的代志、歹的代志。伊会将着这个代志改合理化，互伊家己会当进入伫这个所在的时阵，伊袂感觉伊有啥物毋对。所以这是一款无好。人古早咱。意爱的物件，甲即马意爱的物件无共款。古早的时阵，爸母疼后生查某囝，了后即马的后生查某囝无一定疼爸母。圣经讲，伫迄个时阵，人无敬爱伊的爸母，违背爸母。最近有一届，我毋知咧青年做伙讲话的时阵，我讲，某物人你敢有饲宠物？伊就甲我讲有啊，无说我有饲宠物。然后我就甲伊讲饲讲啥，伊就甲我讲伊饲啥物货，伊饲一只狗啊。然后我就甲伊讲，恁即马宠物愈来愈比人佫较好命。伊讲嘿啊，阮即马宠物店佫有专门宠物咧，甲宠物洗身躯，咧甲宠物摄毒的。了后佫有宠物的啥物迄个火葬场，佫有宠物的医院，佫有宠物的旅馆。了后宠物若过身去了后，佫有宠物墓园，佫家做蒙牌，佫家起甲水水。人拢总有，了后我就甲伊讲对啊，你敢有安尼？伊讲无，无事我拢无安尼。迄狗仔若饲啊，有结果去甲伊看卖啊咧。
啊了，迄个人就甲我讲一个代志吼，伊有一届的时阵啊，感觉足艰苦。伊看到新闻的时阵吼，讲啊，迄一个人啊，因爸爸身体无甲偌好势，了甲伊讲，某某人你带我来病院一下。了，迄个人甲因爸爸讲，爸爸你家己叫客停车去好无？我即摆要带小咪去兽医院看病呢。啊，你听我意思无？终其落尾的时阵，宠物是比老爸老母更较重要呢。所以圣经讲啥？违背父母，伫即当中亲情关系拢总袂。伫即个所在讲爱、专顾、贪爱，意思是啥？就是我已经爱遐毋是属上帝的物件，但是比应该爱上帝的物件更较爱，就已经颠倒头变去啊！即三个圣伫末世世代内底。圣经讲到三个爱，两个无爱。第一个就是专爱家己，第二个就是贪爱钱财，第三就是爱宴乐。两个无爱就是无喜爱良善，了后伊无爱上帝。其实总共一句就是离开上帝的规矩，进入到家己做主，要掌管这个世界，随着家己的意思来过生活。爱宴乐这个字，毋是干那食好、穿好、用好。宴乐这个字，包括互家己的身体感觉舒爽，喜爱肉体的享受，完全活伫伊的感觉，甲伊的魂，即款的以及伊的目睭看到的身体感觉的舒爽，这叫做爱宴乐。第二，伊真意爱钱财，伫这钱财当中，伊是在乎，伊要去甲伊处置，但是伊无一定照规矩。古早讲个做君主爱财，处之有道，即嘛是君主爱财诈骗集团。所以呢，真甲你骗，真甲你变，你看甚至啦，无甲你变，互伊空，伊心肝毋甘愿。所以人伫即当中注重一切看会到的、摸会到的事物，用着现实的眼光来衡量一切。当做日的时阵，我毋知影啊，即摆世代是毋是真正变甲安尼？有人传一个 YouTube 互我，讲牧师你安怎看这个代志？迄是一个女生，我毋知影伊是啊，咱讲哦，这有这网红好啊。了后的时阵哦，伊伫迄个所在讲伊真济过去含几个查甫人安怎样的代志。了后伊讲一句话，讲每一个人的生活会当家己选择。我若趁钱搁趁爽，你凭啥物管我？我听到这个话声，并且是 YouTube 顶悬的人，点阅的人超过1万个人呢。你看讲这款的观念生活，终其落尾，咱对着这个世界，对着咱这个人是安怎样看待？第三，人爱家己，伊伫爱家己，掠家己做中心，家己坐伫宝座的顶面，伊接受撒旦对伊的引诱，有犯罪的机会，伊绝对袂放杀。耽入伫这个世界世俗，了后旧的活命，老我的活命，篡夺了上帝属灵的地位，上帝的荣光。第二，就无爱上帝，伊无上帝应该尊荣的位置。咱的主，咱的上帝应该是掌管咱一生的。总是咱人无注重伫上帝，无掠着圣洁做平安。无掠着忍耐、宽容、信心、疼心，做上帝的欢喜，也无用迄做咱的欢喜。虽然伫外口穿甲真光鲜，总是伫活命内底真济暗淡、暗坎，亲像圣经所讲的假冒伪善的人，伊有当有真好的外表行为，但是无人看到的生活内底是安尼，含讲都无应该互人讲。但是我看到即摆时代内底，毋那干那是安尼，更加更较厉害的是，即摆人无爱上帝，并且掠罪恶做伊的欢喜。亲像有个人伫迄个所在，伫遐讲，我听到一个网络的笑话，我淡薄仔相信这个代志。迄个代志是安怎讲？
这是一个人甲伊讲，因为开家长会嘛，了伫中国开家长会的时阵，了有这家长来，有的妈妈来，有的爸爸来，了有一个囡仔甲伊讲哦，就甲因同学讲，这阮爸爸，就甲伊讲，迄个囡仔就甲伊应讲第几个？了，迄个囡仔向踹一讲，不是只有一个爸爸吗？了，这个边这个囡仔讲，我已经有3个爸爸了哦。所以你会了解这个世代内底安怎？即摆，但是伫大人的世界咧，这是阮太太，伊会甲伊问第几岁？圣经内底主要所讲啥？伫迄个时代内底，人又搁嫁又搁娶。圣经讲又搁嫁又搁娶，毋是讲人无咧嫁娶。圣经咧讲又搁嫁又搁娶，是这个人嫁啊，了后离婚搁嫁，离婚搁嫁，离婚搁嫁，嫁几落摆，娶几落摆。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无听上帝的表现。伊无喜爱善良。过去的时阵，咱的画面会分享；过去的时阵，咱会甲人分享上帝的疼痛。但是即马无看重上帝伫咱这个人身上的隐传，无看顾有上帝伫肉身显现的生活。真侪兄弟姊妹，因伫信主以后，用心人甲人相合做分享信仰，总是伫这个世代内底，亲像是愈来愈少。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通借着咱的活命来流露，来见证上帝的丰盛。另外一部分有一寡妇女，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妇女圣徒因是安怎定定学习，却是袂当明白真道呢？咱会当举着几样：第一，过去古早的这些妇女，因无机会通学习；了后，第二，因为因信仰有开始学习的时阵，总是欠缺真理的训练。伫即款欠缺真理训练的时阵，因就无法度分辨异端甲真理的差异。所以到伫落尾，因有生发出来一妇人的心，妇人人较容易亲像妈妈共款，疼惜人、照顾人。但是也因为安尼真侪时阵，即款的疼惜无去分辨的时，就真容易受到欺骗。所以伫这当中啊，因为因渐渐一方面伫当中来学习，因为有机会通学习，所以因就渐渐轻视因的翁婿。比如相比起来，姊妹伊的记忆力会较好。因为伊也较操心，所以大部分来讲，伫学习的顶面有耐性，所以通常姊妹的学习记忆力的物件，即款连续操作的物件，机械性的活动，即个物件，做同款一样代志，即个物件，通常女性会做比男性做了更较好。总是伫即当中。要做互伊到上到顶尖、上到好的查甫人，又搁比查某人搁较好、较熬。但是因为即款成长的过程内底，妇女伫教会内底渐渐学习有一寡新的物件。当因愈来愈有能力，过去无能力的时阵，听到因有能力的时阵，开始会轻视伊的丈夫。了有的人因甚至搁会将到因的财产。伫迄个时代内底，因为这异端的假师傅，伫遐呢讲了真侪人意爱听的话，所以亲像伫中国有一款教门，或者东方闪电。迄个东方闪电的这个教门内底，甲这拢是去招这帅哥美女，并且因的团队人，大家人拢生甲真缘投个飘撇。了后专门找到好野人的妇人人。将到财产骗入来，伫因家己的教门，但是因的教主、因的礼拜堂的主要的管理人，就是迄个因称作牧师的，但是因甲遐钱项拢登记伫因牧师的名下。总是因为即款的鼓舞、即款的话语，互因甲家产拢献互教会、献互牧师，至到安尼，因伫当中。伫家庭会造成真侪纠纷。另外一部分是甲团队人过度亲密的当中，
将其落尾就变做小三，摕家己的丈夫甲假师傅相比拼，对着丈夫的失望甲无尊重，对着假师傅产生移情的作用。这是这的妇女，特别伫查甫人若不懂得浪漫。中国流行一句话讲，浪漫的大部分都是渣男啊，就是伊伫当中真够把握查某囡仔的情绪，是安怎外遇？会遐尔啊吸引人？因为外遇有一个上介大的问题，就是啥货？上介大会吸引人的物件，就是因为因无同齐经历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常的这大大小小的代志，因无经历，因敢若将着上好的物件摕出来互相分享，当然拢会感觉真欢喜。古早的时阵，咱恋爱还未结婚进前，毋是安那拢足好的吗？就是结婚了后，才安怎发现讲原来婚姻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吼。就开始安怎有一寡其他的问题啊，所以伫咱的画面内底，保罗提醒提摩太甲伊讲，你爱知影，伫末后的日子是愈来愈危险，做歹的人甲袂晓的人，因嘛安怎愈来愈歹，所以世界咧变，诈骗的手段也愈来愈厉害，所以你爱真斟酌，亲像你的手机，亲像你的电话。有时伊就铺一个广告起来，讲啥话？你的手机已经中毒啊，你的电脑已经中毒啊，请你着爱甲阮我你要安怎解决这个问题呢？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买我的软体一个月日40块，还是50块，一年当就是1000块。了后你就看到讲，伊正甲你讲中毒啊。实际上你的电脑并无中毒，你的手机嘛无中毒。但是你着甲伊试落，你试落就中毒啊！安尼听无？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时代内底，就是用真济互人惊吓的代志，咧欺骗你的感情，咧欺骗你的钱财，欺骗你的青春。伊毋是一时啊，乃是渐渐。所以你无容易发觉，你会甚至当你发觉的时阵，已经安那无法度挽回。咱看。这是我的老师也是中大新学院，也是咱台湾圣教会宣教师曾明特牧师。伊讲人生真济弯折不保的代志，伊拢是渐渐的过程。对少年就应该定定来检查家己内在的生命，甲外在生活的态度、言行举止。因为活命往往是伫一寡冲击甲艰难当中，改变了当初咱对上帝的奉献。或者是偏离了伊应该行的正路，包容了惯势小角度的偏离，将其落尾就会发生弯折不保的代志。有上帝帮助咱，互咱会通真斟酌伫遮个代志。咱伫人物真理的路上，是啥物会阻挡咱向前来迈进呢？咱要怎样去辨别出来，并且来克服这个问题？圣经伫这个所在讲，有一寡人因真意爱真敖讲这个好听的话。雅尼甲羊皮因相传是埃及的术士，因并无伫圣经内底讲到这两个人，但是伫犹太的早期的经典内底有看到因的名字。因特别的一个代志，就是抵挡摩西所宣讲的律法，总是将其落尾摩西引出这个人。互因亲自去经历上帝，所以雅尼甲这个用癖，因就伫迄个所在来失败去了。同款假赢的敬虔，伫上帝彰显基督再来迄一日，咱也无法度伫迄个所在来欺骗上帝。有时阵，咱容易因为做歹的人。就是遐混乱主的道的人，甚至这诈骗集团，因伫个所在讲，有一个囡仔吼，伫咧写作文的时阵，伊就讲，咱拢会定定写一篇作文吼，或者我的愿望。人迄个囡仔吼，写我的愿望，就是讲我后盖要做诈骗集团。伊感觉吼，迄上好趁，甲人讲几句话吼，就会当趁真侪钱，所以伊会影响伊。但是咱会因为做歹的人为着利益来混乱主的道，感觉咱的心
真受气无？圣经甲咱讲，毋是安尼。伫诗篇31篇37篇19、30，讲你毋好为着做歹心怀不平，因为因亲像青菜，真紧就高大去。爱安怎样啊？颠倒是爱挖靠耶和华的名来行善良，伫地面上徛起，掠伊的信息做你的粮食。上帝才是咱真正的挖靠。伫这个世界内底有三样物件真容易互人迷失。第一就是爱情，或者是情欲。你知影？第二就是金钱财富。第三就是家己，还是讲家己的权利。这三样物件真容易互人迷失，甚至甲上帝拆离开。你知影爱情伫圣经内底有一本册，叫做雅歌书。雅歌书对头到落尾无提过上帝的名，全部拢是咧歌颂爱情。当然，真侪人讲迄是咧描写咱和上帝的爱情，但是实际上上起头迄本册所写的是所罗门甲伊所意爱迄个苏列密的女子，伊的爱情。当然，后来的时阵，人将伊家当作是咱和上帝的爱情。你会讲另外一本册嘛，拢无提起耶和华的名。迄本册叫做《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无提到耶和华的名，是因为因徛起伫外邦。犹太人有一个信念，阮太会当伫外邦提起耶和华的名呢？所以因伫《以斯帖记》内底无写到耶和华，无写到上帝。但是，伊独独伫迄个所在讲，阮会当对着别个所，阮若无对着王宫，无对着奉孝，即个名分得到救，阮会对着别个所在来得到救。所讲的，就是迄个耶和华。因伫迄个所在经历上帝对着因的救赎，所以爱情也是情欲，会伫迄当中来占去咱活命内底足大的部分。金钱是圣经内底。也定定来提醒这个代志，甚至主耶稣讲啥？恁袂当侍奉上帝，又搁侍奉金钱。所以这两项上，耶稣基督甚至甲因提到一个地位上啦，两个会当相平哦。第三就是管理，管理内底就是讲，咱伫对着上帝所讲的话，甲我家己的经验，甲我的意爱，会和上帝相冲突。上帝将自由权赏赐予咱，自由选择权赏赐予咱，但是咱却是选择离开上帝。咱未记得咱是对上帝所来的活命，但是咱假教师上意爱讲这道，互人听，讲你爱安怎拥有爱情，上这个是爱情，所以真爱去追求，爱讲财富，所以你即马有发现无？真侪成功神学教你安怎趁钱，甲你讲你的人生就是一定爱好业、爱富足、爱有名声、有地位，才会互人看会起。咱会互人看会起，但是更较重要，伊袂讲你敢会互上帝看会起，伊敢若会讲你爱互人看会起，所以敢若讲一半的物件上介害。我甲你讲一个事实哦，我今仔日也未娶，我顶礼拜嘛也未娶，我旧年嘛无娶，所以我是单身。你敢知？我到底今仔日是单身呢？你敢听我咧讲啥？我讲的是事实，但是啥？是一部分的事实尔。但是含全部的物件揽起来的时阵，啥是就是白贼话啊。所以你有了解无？这一切这物件其实拢总是水，拢总是好。但是是爱安怎样？伫上帝的源头去对上帝看爱情、看金钱、看家己，咱才会了解爱情是上帝所赏赐，要互人会当有专心，了透过这个过程去认识上帝，怎样彼此互相忠心，将家己献予对方。金钱是咱会当伫这个地面上来路用、管理。运用，互咱的生活更较自由丰盛，但是伊是一个工具，伊毋是生命的本身。第三，管理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上帝予咱的管理是要表达伊对着咱的听。
上帝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伊选择听咱。那呢，咱是毋是愿意选择咱家己也去听上帝？咱爱对上帝的眼光来看这物件，这物件才会成做咱的祝福。咱若是敢若爱看这物件，无听上帝对着这物件的定义，安尼咱就是咧抢夺上帝的荣光，咱就是咧抢夺上帝所予咱的，安尼咱就是啥？强盗，咱就是土匪。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但是假教师敢若讲你爱听的，甲迄部分对你听起来感觉袂歹的，安尼这会听进。毋好听哦，听廖牧师讲道，廖牧师敬拜讲的了，拢叫咱爱去做啥？啊，无咱就来听5、6天讲道，讲故事就好啊，讲故就好啊。我嘛要讲迄呢。亲爱兄弟姊妹，算骨轮听骨赞，腰酸背痛，请来听，明通地听，咱互你听甲好哩哩。若要讲即个吼，我古早嘛足敖讲呢。我还袂信主进前，我即个物件我来足敖。话讲就在300年前，有一乌衣道精到伫山顶修行，伫迄个时阵，看到一位乌衣秀女来到伫伊面前，迄时阵伊就拔出轻手拔空西，你有听出来无？要讲这我若足敖。但是，亲爱兄弟姊妹，你爱对上帝的眼光来看上帝所赏赐予你的这物件，到底是要做啥物货？若甲无将其落尾，咱会迷失咱家己。上帝的儿女应该爱闪开这款末世可恶的情况，但是要怎样闪避？重点就是你将你的意爱放伫倒位，投资伫倒一个的身上。三甲比较起来，因为罪恶来得到的好嘢甲昌盛，其实有非常大诱惑力、引诱力。引诱人行入去罪恶当中，有无？因为伊真符合人的本性。所以，这款符合人的本性，伊真啊罪恶的本性，伊就会去做歹来得到昌盛。我讲一个白贼就免互拍。我若讲老实话，一定互阮老爸骂。无定着扫西金啊，就扫落啊。那呢？你讲我会经讲老实话，还是讲白贼？我当然爱经讲白贼话啊，对无？所以，伫咱的画面内底，我今仔日若讲，我今日也袂娶，但是我就会讲含这个查某囡仔安怎样啊？安尼我会讲白贼无，真容易引诱我。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画面内底，罪恶来有的快乐甲昌盛啊，伊有十足的引诱力。这款引诱力会互咱进入伫罪恶当中。甚至伫罪恶当中，引带到咱进入地狱的火。但是保罗对着提摩太讲啥话？讲亲爱的提摩太啊，你唔通亲像因安尼啊！做上帝的儿女无应该是安尼，因为伫基督内面，既然是立志要伫耶稣基督内底敬虔过日子的人，拢会受到捆绑。会受到这个世界对着伊的伤害攻击伊，所以今仔日咱爱真斟酌的是，咱若是要得上帝的荣光，咱一定爱和这个世界对抗，咱一定爱和这个世界无同款。另外一部分，有的人感觉讲，我安尼信耶稣，一世人拢平平凡凡安尼过。亲爱兄弟姊妹，啊无你无爱平平凡凡安尼过。无是爱安怎过？啊，无来像以色列、像巴勒斯坦安尼，逐工战争；像俄罗斯安尼，逐工战争；是像乌克兰安尼，逐工战争。安尼，你人生就较无平凡，安尼好毋好？你又阁毋爱咧？有诶时阵，平凡其实就是上水上大诶祝福啊！咱不但是追求平凡的一生，保罗阁甲咱提醒：你我，咱若愿意抵挡遐伊，
罪恶的社会现况，你就一定会得到对上帝来的荣光。迄就是咱人生的选择尔。当耶稣基督对咱讲：“伫我的内面有平安，伫世间有苦难。”即句话意思就是讲，主耶稣尾后的结论是啥？恁放心，我已经赢过世界。所以，咱是毋是愿意做出一个选择？上帝，若你意爱，我就欢喜去做。保罗对着提摩太讲：“你已经看过了，服从了我的教示，品行、志勇、信心、宽容、疼心、甲忍耐。但是伫这当中所讲的这代志，保罗讲的是啥？你已经对我的身上看到，并且见证。安尼，保罗伊所拄到的是啥货？保罗所拄到的是啥物货？伫一切的苦难当中，我遭受困毒苦难。”伫什么所在？伫安提阿、以哥念、罗西德。伊是一个宣教师，伊去到倒位，定定受到困毒，人摕石头甲伊钉，人用着鞭甲伊拍，人攻击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的确唔通相信一个代志，信耶稣的人就一定会好业，信耶稣的人就一定。啥物病拢未发生，甲无你嘛讲信耶稣的牧师拢未死，你毋得安尼信。世间人拄着，咱嘛会拄着，但是咱无共款的是，咱今仔日所选择的是啥物货？信耶稣有苦难，但是保罗讲啥？伫这一切苦难中，主甲我救出来。信耶稣会拄着信仰的冲击。彼得甲保罗到伫落尾，拢是啥？为着主的道来顺道，愿意为福音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因知影这样代志是啥？这是真的。伫生命甲真理当中，伊选择真理。希腊的哲学家讲：无爱无私，无更爱真理。咱有这款的觉醒。咱就会对上帝来领受恩典，这重新回到祝福内底的信仰前辈。摩西降服伫上帝面前，参孙虽然做了真济花言巧语的代志，但是终其落尾，伊求上帝赦免伊，上帝互伊伫要离世的进程所杀的非利士人，比伊在生的时阵所杀还佫较济。大必占了人的某，杀了人的翁，但是上帝犹原赦免伊，互伊会当重回伊的救赎。彼得无认主的命，耶稣基督将其落尾讲：“你来牧养，你来顾养我的羊。”保罗过去迫害属上帝的儿女，但是今仔日倒转来宣扬基督的救恩。所以你伫什么款情境下面，咱所拄到的，敢会比着这个人所拄到的佫较济？就算互咱有这个代志，总是咱今仔日耶稣基督、上帝、圣灵，抑佫互咱有机会的时阵，咱是毋是通犹原翻头倒转来？毋通亲像雅年甲羊皮因共款。互上帝的救恩，今仔日搁再一届临到咱，互咱翻头倒转来，行伫上帝的救赎内面。保罗对着提摩太甲伊讲：今仔日面对着这个世代，咱毋是渐渐和世界共款，一直变歹去。来，咱来读这两句话好无？来，请。基督的信仰毋是停留伫受洗的感动，乃是学习成做天国圣洁子民的行动。亲爱兄弟姊妹，信仰是一个过程，毋是一个业绩。伊是一个
进行的行动，毋是一个停留的事实尔。所以保罗对着提摩太讲：你爱真斟酌这个代志。旧约圣经内底这个亚述王对巴比伦因的国家，因迄阵就是因为来攻打这个国家，当这个国家伫迄当中有原本因信因的神的时阵，但是为着惊因这个国家的人同齐佫加群起来，佫反对亚述帝国，所以因就甲人做为南的这个古他人雅瓦人、哈马人、西法音人的人安怎？逐种人拢甲伊南做一伙啦。安尼的时阵这人因就会安怎？互相攻击、互相提防，因就袂南做伙起来反对亚述帝国。这叫做或者啥分离的政策。思想爱分离，互因彼此提防，互因袂反对亚述帝国。总是咧伫当中呢，因遮个人住伫到尾，因来住伫以色列人的地，就是伫撒玛利亚迄个所在来住伫当中。因住伫遐的时阵，无敬畏耶和华，就是遮个人因无敬畏耶和华，因掠准耶和华是正神当中的一个尔。结果耶和华就互塞进入因当中，驾死了一寡人。了人就去甲亚述王报告，相信这绝对毋是驾死一个两个尔，一定是一帮人啊。所以人就转去甲亚述王讲伫迄个城内底你注意毋知影迄个地的神，迄个所在的神的规矩，所以迄个神安怎互塞进入因当中，甲因驾死。表示这当中一定有一寡人去得罪耶和华上帝嘛，所以这个时阵因安怎？有人甲亚述王讲所以伊就甲遐人讲，因为毋知影迄个神的规矩，所以因在当中亚述王就反复将代志叫伊所掠来犹太人的祭司一个，等于住伫遐，将迄块土地的神的规矩甲因教。你有斟酌注意这个代志啊？拜上帝爱照上帝的方法，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一下，拜上帝爱照上帝的方法。这是咱的上帝，和外邦的上帝无同款的。了后伫这当中安怎样？因就倒转去，对撒玛利亚掠去的祭司当中，等下住伫伯特利。你会记得伯特利是啥物所在无？伯特利就是雅各闪避因兄哥逃亡到旷野的时阵，伫遐住的所在，了后甲因教示因怎样敬畏耶和华。亲爱兄弟姊妹，咱来到伫礼拜堂，咱讲咱咧敬拜咱的上帝，咱要一世人来敬拜上帝，咱是毋是会当三甲做伙来学习怎样敬拜耶和华？受洗真重要，但是受洗了后咧，一个介重要，殷勤读圣经。咱遮大必包松讲过一句话，大必包松牧师也讲过一句话，安尼讲，伊讲你谁读圣经？读圣经毋是为了要研究历史，毋是为了要听故事。读圣经上介重要是，咱会当对圣经去认捌上帝。伊的欢喜，伊的厌恶，伊的束缚，伊的刑罚，伊的创造，伊的永远话。咱若愈认捌上帝，你就会愈对上帝得到保护、恩宠，甲永远的活命。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讲：你看到，你知影圣经是啥物货？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伫咧教训咱的生命，互咱的生命会当倒转来伫正路内底，是要互属上帝的人得到完全，了后准备行逐样的善事。受洗了后，成做上帝国的子民，有三个真重要的代志爱做。第一，甲以色列成做一个合一的新人；第二，宣扬基督伫你身上的作为；第三，活出上帝儿女荣耀的款式。
咱是安怎爱为着以色列祈祷？因为今仔日咱会当得到救恩。上帝毋是竞选所有的民族，上帝是竞选以色列人，通过以色列人将着救恩赏赐予咱。所以咱古早人讲，食果子爱拜树头。保罗甲咱提醒讲，咱爱会记，咱是亚干仔的树基接伫上帝花园当中的干仔树，所以咱爱细字。上帝会当甲迄个干仔树正长，甲伊插落来，弹掉，甲咱野基接起去。上帝共款，原来会当甲咱这个野基插掉。所以，咱对着上帝所领受的恩典，是透过以色列人互咱的。所以伫这当中，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但是伫基督内底，成做一个新造的人。这是指着属灵的画面内底。所以，咱爱定定为着以色列祈祷。圣经讲，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耶路撒冷是因为耶和华的名纪念伫其中。第二，爱宣扬基督伫你身上所做的。圣经内底真侪这代志，就是讲，毋是见证上帝，毋是外交讲上帝，是伫当中斟酌注意这样代志。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啥？你将着主伫你身上所做是何等大的代志，怎样灵敏的拢甲人讲，这才是传福音。如果你讲你的上帝有外交，拄外交。啊！我问你一个代志，讲有影上帝伫你的身上做啥物代志？了后时阵哦，廖某人、廖牧师，你讲你信上帝，你信耶稣，啊无我问你，耶稣伫你的身上做啥物代志？我甲你讲啦，耶稣捌医治人的青霉啦，耶稣捌互人下狗会开喙啦。好啦，廖牧师，我只是甲他问讲，啊，耶稣捌伫你的身上做啥物代志啦？我。该成嘛无呢？啊是安怎会无？啊，就因为无愿意互耶稣伫我的身上做代志啊，所以我继续讲白贼啊，所以我继续耍长人啊，所以我继续贪爱钱财啊，所以我继续建立我家己的地位啊。那呢，别人是安怎信耶稣？即使我若是伫过去行伫歹路当中，今仔日吼，因为耶稣甲我救倒转来，就亲像有一个英国人，伊有一届哦去一个原住民的部落，毋是咱台湾伫外国的一个部落。听讲迄个所在是食人族，食人族，咧抑个过去的时阵，抑个咧食人。了后宣教师甲福音传到迄个食人族的所在，以后。因为食人种嘛，啊，所以呢，成做一个观光的所在。啊，有一个英国人，伊就去到伫迄个所在底下旅游，啊，听到因食人种，看到迄个人吼咧读圣经，伊就甲迄个食人种的甲伊笑。恁即马才咧读即落物件哦，即落物件，阮伫英国已经拢无咧读啊呢。恁实在有够落后的就对啊啦。迄个原住民食人种的吼，原本咧读圣经。了的时阵哦，太太听到伊安尼甲伊讲的时阵，然后摇头甲伊看。你敢知影？我若无读这本圣经哦，你即马就伫我的腹肚内底安尼。啊，你听有无？上帝话袂过时啊！甲主为你所做是何等大的代志，何等怜悯你，这是咱传福音两个上界重要的代志。上帝安怎样啊怜悯我？上帝安怎样啊改变我？若无，咱要甲人讲啥？求主伫咱的画面内底引带咱。其中还有另外，就是10个大太哥的，敢若有一个，这个上路尾伊倒转来，归荣光哦，上帝来到耶稣的面前，主耶稣甲伊讲啥？你的信救了你，因为伊会归荣光上帝。巴底麦两个青妹，因目睭看到，因安怎归荣光哦上帝，学了上帝。
上帝伫你身上所为你改变的迄一切，毋是干那为着要改变迄个代志，是要见证上帝的名。所以要活出上帝儿女的款式。亲爱兄弟姊妹，咱对着后礼拜开始拜六早夜9点，到12点，了后11月初4，以及11月，歹势毋是18啊，是25，哦，11月25有3摆，伫咱安乐圣教会有小组长同工的训练。牧师诚心邀请你，同齐做伙来参加这个训练。无论你是毋是小组长，是毋是小执事，还是小家长，只要你肯愿意来学习。保罗讲，咱爱伫至圣的真道上来长大起来。亲爱兄弟姊妹，互咱会通伫上帝真理内底，咱会通三甲做伙成长，咱会通有更较侪的信仰的对话，互咱会通伫这个世代内底进入上帝定着咱要互咱得到的荣光。苏格拉底捌讲过一句话，伫伊的政治学这本册内底讲到德性的内涵是啥物货？一个人是安怎伊的德性，是因为伊有坚强的内心啊。真正勇敢的人，伊袂互伊的人生苦难甲问题来甲伊的人生目标甲伊毁掉去，伊袂惊这个代志。如果外邦人挖靠家己的能力，人伊就还阁知影安尼拍拼。那咱有上帝通来挖靠，咱甘愿意付这个代价，来甲上帝三甲同行。大部分咱的人生对着这样代志的意爱，就反映了咱的生命。咱对着什么物件的意爱，就反映了咱内面的生命。我若意爱食，我就真正台南岛什么所在通好食，我拢一定会去，拢甲食看卖咧。我若意爱听音乐会，迄一张票3000，我嘛去甲买。我若爱听迄什么5月天，即马流行的是倒一团啊？我实在拢毋知影即个物件，该歹势啊！但是迄一张票12,000，你嘛会甲买呢？你表达什么货？表达咱的生命会甲咱的行动共齐，咱的行动就证明了咱内底生命的意爱，毋是嘴咧讲的，是咱的行动所表达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日子无白白经过，乃是会当愈来愈明白真理。互咱伫这个世代虽然真困难的时阵，保有坚强对上帝的信心。互咱成做圣洁、优雅、属上帝完全的人。这是圆规为圆的。来，咱三个做来读来。勇敢掠上帝真理做中心，生命互圣灵引带，就会当画出美好的圆。三甲码头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愿你帮助阮，互阮伫这个混乱的世代，倚靠你，伫真理圣灵的引带内底，互阮赢过困难。互阮对着世俗活头归向你，愿意进入你活命真理的丰富内面，叫阮的年日伫到见你的时阵，因为阮捌努力，因为阮捌甲你同心同行，持守一生的脚步，会通对主你来得到业立甲称赞。
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感谢上帝听堂哦，对啊，咱感谢主哦，这个老牧师娘吼，今仔日倒转来伫咱当中哦，真欢喜哦，感谢欢喜，谢谢，真感谢主的恩典真欢喜看到牧师娘倒转来伫这是我的进程是明光的牧师，明光的牧师的进程是咱老牧师吼，朝阳牧师伫过去的时阵吼，其实伫伊的时代就开始筹备建堂，了后伫明光的牧师的手中开始建堂，所以一直到今仔日咱真感谢主牧师娘对着咱特别。应该我若无记唔对，应该老牧师是伫我进前的时阵即间教会牧上久的，应该是安尼，我无记唔对啦。感谢上帝吼，牧师安尼一直甲咱关心。咱继续来欢迎吼，有一位咱所亲爱的姊妹秀妙姐朋友吼，或者赖美珍姐妹哦，欢迎伫咱当中吼，谢谢。感谢主，欢迎美珍姐会当三个做来伫上帝厅内底。毋知有其他新来兄弟姊妹还是外出倒转来兄弟无？是无？咱即时三个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奉献是咱对上帝感恩的回应，用着感恩的心来献予上帝。实使咱若是还无明白奉献的意义，咱就暂且无奉献。上帝在引带咱头前的路，无论偌艰苦，伊有愿带路。只要咱坚心活靠，伊会推，伊会快保护。咱无伫看路。世间万行事，虽然有悲伤，求主是阮人生风波，咱的主要安慰，予咱心勇行，主要用阮颠陪伴，用听堂照顾。喜乐充满伫咱生命，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喜乐恩惠，主要用阮颠陪伴，用听堂照顾，喜乐充满伫咱生命，基督甲咱同徛起，咱就大大有福气。感谢主喜乐恩惠，感谢主，感谢主喜乐恩惠。愿全能的主上帝，因着伊的疼痛，赏赐予你心神的快乐；因着圣灵的同在甲引带，予你的日子充满属天的能力甲权柄。各因为上帝以权能的同在，借着基督宝血洗净你活命，予你伫圣洁当中活出上帝国百姓的款式，予你伫一切的事上靠主。得胜，得胜各有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现在兄
兄弟请坐，今仔日咱第一堂聚会就到这，搁一段落，上帝祝福大家平安。祝你平安，哎。